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7日公司第2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过来今仔新增加来境外病例，其中一个泰国确诊的台商是摕假的阴性证明登记，嘛新增加2个机组人员胃着病。昨昏台北市议警的一场餐会，双北市的2个警察局长拢出席，结果有人伫现场放上千只的家纸了事。为了要鼓励生囝，婚姻县政府补助生一胎1万块，第2胎2万块，生10胎就付10万，两工的薪息嘛补助2万。来看过来今仔新增加来境外移入的病例，包括一个伫泰国确诊，佮坐飞轮机转来到台湾的台商哦。指挥官陈市长嘛讲，这个台商是摕假的阴性证明登记。另外，佫有2个机组人员嘛验到病毒。针对这2个病例，佫有诺富特外包水间工人的疫调结果哦，来听下晡指挥中心上最新的说明。新增8例的个案，6例是境外移入的病例从印尼、印度、泰国及菲律宾，然后2例是感染源调查中的案例是航空公司的机组员，4月29号。凌晨，那确实的时间还在调查中就半夜了他在一个飞镖运动酒吧，那天的应该是傍晚是18点半到20点到海珍私房菜民生店153跟154，在4月29日有接触史。那是2个是不是有相关的一个关联性？那我们静待进一步的厘清。北桃地区的医院及长照机构，那即日起到5月17号止，除例外情形停止开放探病及探亲，陪病及陪伴者人为1人。4月26日，它等于是9点15到凌晨凌晨30分在黄爵饮料店。那4月29号中午11点50到12点10分吉野烤肉饭。那晚上9点半到10点40又在黄爵饮料店。诺富特饭店的疫情扩大，外包的水电工人嘛胃着病。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市长早起是表示，这外包工人捌伫饭店的B1食饭哦，也毋过是安怎胃着病，搁来调查。国内医师是表示讲，之前玻璃汤圆病院真紧就发现，真紧就反应，也毋过诺富特饭店合办发现，甚至有的技师可能已经胃着病2-3个月了。华航诺富特群聚事件到目前已经有10人的染疫，其中饭店外包商水电工1145例，是伫4月29前康诺富特了后，5月7日才续回来。目前伊的感染源依然在调查。早起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市长参加活动进前透露。外包商捌伫个饭店B1楼层食饭，确实的感染源，各种可能性拢有。在施工的地方，大部分都是工作的人员那我们有知道说，他们可能有在 B1的地方在供餐。我们持续尽快的把这些相关的人已经隔离了，然后尽速检验完成。因为这案的确诊人数一直增加，但是中共已经确认了74个人，含外包商工读生甲共大家属隔离会赶紧检验完。台湾感染症医学会名誉理事长王立明表示，华航诺富特甲布桃事件主要差别是伫布桃是院内感染，发生无偌久就被发现到，华航是发生较久才被发现。有的技术甚至已经感染2-3个月，显示传播已经继续一段时间。离病的人基本上都不严重，所以他们的生活几乎没有改变，他们还是到各个地方去购物啦，去访友啦，去参加活动甚至有一些宗教活动都去参加了好像绕境都去了所以就会使他们足迹几乎遍及北台湾，你非常难整个把它追踪到了。外界也质疑诺富特的环境采检全部拢是阴性，传播链是安怎发生的呢？王立明表示，环境采检只是一个参考，采所在无病毒，无代表规环境拢无。而且病毒存在时间有期限，差不多是3天到4天。若是伫病毒存在几天之内，伫电话、市电梯的所在，扶手电源，互人接触到，可能就产生感染。按过了后，病毒消息也就差无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铁台中乌立新公站早起火车排尾一台载货火车伫9点半左右，伫咧掉头的时阵无注意出去。
代替是指出，这台火车伫新光站咧掉头的时机，还各种摆尾，无人着伤哦。也毋过早起9:35开始，乌日站到中华的南下，阁有北上的列车拢5点。代替后来是表示，这毋是摆尾事件。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嘛已经派人去了解，初步是认为已经正接近摆尾咯，会过来调查好清楚。另外，某一架电联车对家人要落南，本地11:27伫松山站要出发，开到松山站的时候，刷请出白烟。代替局表示，目前嘛已经在处理咯。昨行政院公布第3天然气接收站佮工业港哦，要改设伫离岸1.2公里，等于工业港要佮往外推455公尺，工期会慢2档半，预算会增加新台币150亿。早起有环保团体是表示支持，也毋过某团体有一寡疑虑，甚至烦恼讲会影响到恢复家园的目标。就选以行政院宣布3只甲工业港外塞455公尺方案的计工，出席记者会表态支持。当年返乡的北海花居民郭庆林直讲，烦恼一旦支持，会互真侪朋友可能做袂成朋友，但是伊必须要徛菜，因为伊搁较烦恼恢复家园的目标会因为珍爱海草大公道过关来断送。大家一直担忧，造成我们废核走不下去，受到阻碍。担忧飞鹤家园就在此断送。烦恼公投过关会冲击健康的，阁有当年记录6起公害摄影师许正堂，伊讲代表家乡的士大人来表达意见，支持政府外塞方案，会当争取减碳，找倒来属于偏乡的环境政绩。蒸汽减煤，那这样的健康是最大化的，也希望这样的环境的影响是最小化的。进前投入珍爱海草大公道联署工作的学生代表，嘛表示认同政府放出善意。我们肯定政府在调整方案上的努力，这代表政府是愿意与民间沟通、愿意协调的。主持记者会历史詹顺贵强调，这是主动发起，绝对不是替政府背书，嘛不是团团分裂，是相信民主社会本来就应该有多元的声音。民主社会真的是要用对话来代替对决跟对撞。几6个团团代表甲学者专家表态，会伫828海草大公投案投下无同意，支持政府以恢复减碳、保护海草大的顺序来推动能源转型。面对其他团开记者会表态反对，公投推动小组也未有回应。记者林王乡中台北报道。总统蔡英文今仔伫一个国际上正重要的公共事务领袖奖哦，这是马凯奖创立以来头一届把这奖颁予个人。总统府表示，这是全体台湾人的公营。另外，针对最近中国的网络攻击愈来愈多，蔡总统嘛表示讲，治安就是国安，这嘛是台湾的产业发展哦爱重视的领域。中国最近的网络攻势拢无停，利用假信息想要制造混乱，也影响国安。总统蔡英文伫2020的治安大会就表示，台湾是国际上的治安公防热区，也是第一线练兵场。治安就是国安，也是台湾产业发展必须把握的关键领域。AIT 组长李英杰也讲到，台美会伫咧治安上强化合作。治安是挑战，也是我们的机会。我们都要一起把挑战转换成机会。接下来，政府将进阶推出治安及国安的2.0战略。这更再次证明，美国与台湾在维护治安的做法上，与我们在其他许多领域的合作一样，是步伐一致的。台湾的防疫表现也受到国际肯定。北美上大安全论坛哈利法克斯论坛伫随时正式宣布颁发马汉公共事务领袖奖章予总统蔡英文，这也是马汉奖创立以来第一遍颁发予个人。Tsai Ing-wen has been elected Taiwan's first female president. Tsai Ing-wen is now arguably. 哈利法克斯国际安全论坛进行传讲，想要颁奖予蔡英文，受到加拿大政府的施加压力。也无加拿大国会一直支持蔡总统获奖，加拿大政府也公开表达支持。总统府表示，蔡总统获奖不是代表伊个人，而是属于全体台湾人民的荣耀。也强调，民主自由就是台湾立足世界上好的奖章。
台湾的防疫成功也证明团结的台湾是有能力贡献全世界良善力量。记者综合报道。驻日本的代表谢中廷之前表示讲，台湾的核电厂嘛是甲有湍的核废水送到海里哦。立法院要求谢中廷爱返来到台湾报告，也毋过传出讲日本代表处4月25有人胃着病，谢中廷嘛必须爱自主健康管理哦，暂时无法度返来到台湾。国民党团是真不满，认为谢中廷是咧找借口。国民党团早起嘛去外交部找部长，部长吴钊燮是表示讲，希望这个会期5月27最后一届的委员会，谢中廷会使返来到台湾避巡。他不是不能回来，是不想回来。国民党团批评主席代表谢中廷假讲假做唔假当。谢中廷进前表示，台湾核电厂要排放核废水，引起外界关心。立法院要求谢中廷返来台湾报告备询，暗过主席代表处顶个月20有人员发烧事故出现确诊，29对安排相关人员接受 PCR 检查甲居家隔离。谢中廷等人爱自主管理，以防疫为重，留伫遐，那也不满随时拜会外交部长吴钊燮。看到日本人就自动来办结，好像台湾是他们的殖民地一样，帮日本人讲话，毫无考虑到中华民国的尊严。南委表示，原能会经水平日本核污水甲台湾现在用的核污水无同，不过谢中廷煞有别家己国家为日本来讲话，也质问吴钊燮对谢中廷亲像叛国言论。吴钊燮回答，谢中廷的讲法甲外交部总统原能会立场拢同款，南会炮口对准蔡政府，质疑中央自我爱华国家，亲像台湾加做日本是问题。他必须遵守两国的防疫的规定，这个隔离跟自主期间总共长达35天，因此这会不会对于影响到我国对于日本重要的外交工作的推动？外交部我们会进行一个通盘的考量跟评估。外交部表示，谢中廷返来爱遵守两国防疫规定。目前调本会期17最后一摆委员会，和谢中廷返来台湾避巡的方式努力。国民党强调无排除采取其他行动，蔡总统应该要求谢中廷落台认罪悔失礼。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来看 ，G7 7大工业国的外交部长会谈，初三开始连续3天伫英国的伦敦举行。这是2019年4月份已经爆发以来 ，G7 会员国头一场会使做伙坐落来面对面的会议，双方会针对阿富汗撤军、中国、伊朗等议题来做讨论。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日本也有南韩外交部长举行过双边会谈了后，初三下晡甲东道主英国外相拉布见面，讨论双方共同的目标，亲像阿富汗撤军、中国、伊朗也有贸易等等的议题，嘛替美国总统拜登头一届出访，后个月伫英国举行的 G7 高峰会铺路。I think it's fair to sa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barely 100 days old, but has already taken a huge number of bold and very welcome steps on issues like climate change, global health and human rights, and that's really created momentum in efforts to tackle these pressing global issues. 初三拄好是英国前首相丘吉尔伫美国密苏里州的西敏市学院演说75周年的日子，布林肯引用丘吉尔的话，强调英国甲美国之间特殊友好的关系。The work we do together serves our people's interests across a vast array of issues, many of which Dominic touched on, including maintaining our national security, rejuvenating our economies on a sustainable and more equitable basis. I think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 is also vital to the world. 拉布伫会议当中就乌克兰的局势提出希望 G7 建立快速反应机制来对抗俄罗斯假信息的攻击。讲到中国的时阵，伊讲有必要站出来捍卫开放市场甲民主。美国官员毋望透过这届会议，甲盟邦讨论要安怎为积极正面的角度来密切合作，解决共同的挑战。It is not our purpose to try to contain China or to hold China down. What we are trying to do is to uphold the international rules-based order that our countries have invested so much in over so many decades, to the benefit, I would argue, not just of our own citizens, but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by the way, China. 这届伫伦敦举行的外交部长会谈，是为2019年4月份法国迪纳尔会议了后，2年来 G7 会员国头一场面对面实体的会谈。除了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加拿大、日本的外交部长以外，还佫邀请澳洲、印度、韩国、
东南亚国会官员来出席。初三各国双边会谈结束了后，正式会议会伫初四甲初五来举行。伫考虑到防疫的情形之下，到时会场会有现场的体检站，也佫会装假棒，限制代表团的人数。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再来看后面执委会初三建议讲，已经有做好2剂疫苗的外国公民，会使出入后面袂阁受到限制。也毋过，针对要安怎来认证讲已经完成注射的证明文件，佮爱做甚物款的疫苗才准算，则佮爱讨论。英国已经等好这个月会先恢复海外旅游，后个月就会取消社交距离。目前德国佮红色今年的美女节嘛宣布要取消。后面执委会初三建议下个月开始放零旅游限制，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目前已经有7个国家用以度假或者是非必要理由入境后面。执委会建议扩大入境的理由，同时也会因应变种病毒带来风险，拍算设紧急划停机制，应对疫情急速恶化的国家实施禁令。27个会员国初四要讨论相关的建议。We propose to allow entry to the EU for non-essential reasons, not only for all persons coming from countries with a good epidemiological situation, but also for all people who have received the last recommended dose of an EU-authorized vaccine. How the EU is going to recognize foreign vaccination certificates. For insta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is no national vaccination certificate. Different states are issuing different pieces of paper. The other big question is which vaccines to recognize. Under the Commission proposal, it would only be vaccines registered by the WHO. That does not include Sputnik. That does not include the Chinese vaccine. 英国大规模做疫苗以来，最近疫情缓和。首相强生初三表示，英格兰进行调向6月2日解除1公尺社交距离的限制，5月17开始部分海外旅游可能恢复。当局这礼拜会公布旅游订号甲细节，有关会密切注意国际疫情的发展。德国慕尼黑秘鲁节确定连续2年取消，当地政府表示，这时阵举办庆祝活动的风险伤过大。慕尼黑秘鲁节每年有600万游客来遮，真正是外国观光客。即马取消，当地居民甲店家拢真失望。公司新闻恩云玲编译。德国昨宣布掠到全世界上大规模的儿童色情平台，这个网站有40多万名的会员，大部分拢是一寡查甫囡仔的相片佮虐待的影像。德国警方掠到4个主要的成员，其中有一个是伫巴拉圭被掠到，会引渡到德国接受审判。德国法兰克福检察官办公厅甲联邦警察最三发共同声明，讲查到有超过40万成员的全世界上大暗网儿童色情平台南海城。这个平台至少伫2019年6月就存在，4个伫德国7个所在掠到4个嫌犯。Die Ermittlungen der deutsch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richten sich gegen 4 Männer. 3 Personen konnten in Deutschland festgenommen werden. Eine Person wurde auf Ersuchen der deutschen Strafverfolgungsbehörden in Paraguay festgenommen. Gegen 3 der Personen besteht der Verdacht, Administratoren der Plattform Boys Town gewesen zu sein und in dieser Funktion die Plattform eingerichtet zu haben, die Infrastruktur betrieben zu haben, sich um die Mitgliederbetreuung gekümmert zu haben. Und die 4. Person steht im Verdacht als einer der aktivsten Nutzer von Boys Town. 警方已经要求引渡伫咧巴拉圭的嫌犯。联邦内政部长泽霍夫讲，无论是伫咧网络世界，也是真实的世界，迄个暗中欺负弱势人，免想讲有所在通避。有乱动片的人，就这个平台交换观看儿童的色情相片甲影片，而且伫全世界传，其中大部分拢是查甫囡仔。检察官讲，因发现上严重的是对儿童的性虐待。Die Plattform Boys Town war auf den weltweiten anonymisierten Austausch von kinderpornografischen Inhalten ausgerichtet. Die Plattform war in einen Forenbereich und mehrere Chatbereiche unterteilt. In dem Forenbereich wurde das inkriminierte Bild. 这件案件是由德国的警方负责调查，甲欧洲刑警组织合作，并且跨国家荷兰、瑞典、澳洲、美国加加拿大等国家经过几多个月调查才破案。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咱国内的消息咯，台北市大安区五龙义警中队昨暗举办交接典礼，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新北市警察局长黄宗林，真侪警界高层拢受到邀请，也毋过所有2个查甫人伫餐厅放上亲戚的家纸，在地中山分局是表示讲，这应该是甲餐厅有纠纷哦。行政院长苏贞昌，阁有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嘛拢谴责这款的行为。 2个查甫人向公公行向餐厅出口，手中一大袋家纸，就向柜台甲走道压过去。
涂骹一时就出现目睭上穿只加纸，四界倒窜，场面混乱佮恐怖。初三暗时，台北市大安区五龙义警中队伫中山区这间餐厅办理交接典礼。台北市警局长陈家昌、新北局长黄宗仁，甲双北市真济议员拢来参加。到场进前，煞雄雄拄到有人压加纸。然后在上楼梯的时候，就发现怎么楼梯上全部都是蟑螂，然后就上到这个2楼的这个接待大厅的时候，就发现遍地全部都是蟑螂。嫌犯雄雄公公骑车逃走，事发当时也有一男一女2个共犯负责顾头看尾。有无共款的逃走路线，用无共款的交通工具，最后坐接应的车，甲也加载嫌犯拄到，一直伫上北逃窜。警方表示，进前已经掌握到5名嫌犯，无排除早着有苗。只是进前连续爆发上山分局乌衣人公害电脑事件，甲北头调解有涉毒，也互外界联想是不是甲经济风波有关系。啊，不过警方初步判定可能性较低，跟餐厅的纠纷比较有可能性。跟当时在餐厅内宴会的团体可能性较低，因为他们是在餐厅的柜台泼洒蟑螂，并没有进到宴会厅的相关的包厢里面去。中回事发现场，台北市环保局清洁人员伫餐厅外口大消毒。行入餐厅，走到也先看到加载尸体。陈家昌早起接受访问的时阵，严厉谴责嫌犯的暴力行为。行政长苏贞昌是强调，无论是对警察，也是对餐厅、也加纸这种行为，拢袂当用混。我想这个手法跟那个剥漆的或者这个剥混一样都是一种暴力的行为我们严厉的谴责。还有黑道丢蟑螂到餐厅，不论他是对警察或者是对餐厅，都绝不容忍。另外，台北市长郭文泰也强调会依法监办，这摆警方成立专案小组，要来调查清楚嫌犯事发的原因，是不是牵涉恶毒背景等。专案会调向恐吓罪来侦办。记者综合报道。之前才有人冲入去台北市的中仑派出所闹事，昨暗伫警察参会又搁有人放假纸，有民间团体就批评讲，看到假纸，政府才开始要扫污，政治甲乌白两道的关系实在是真复杂。在野党的立委嘛，呼吁政府要彻底来检讨警察风纪的问题。警纪分坏，尽忠职守的警察情何以堪？不满最近小连续逼出警纪的问题，时代力量党的立委要求政府要彻底检讨，唔通影响到民众对警察的信任。应该是做一些制度上的改革，而不是说去进行不分青红皂白的这个惩处，不要让部分的远警的不当的行为去抹杀了许多基层远警的努力。台北市松山分局发生乌衣人撞入去派出所，甲电脑弄牌事件了后，初早暗时大安分局义警的参会，台北市警察局长陈家昌甲选区的议员拢在场，带去2个男性破假纸，引起关注。台湾警察工作权益推动协会讲，这显示政治甲乌白两道的交结。1000只蟑螂之后才开始扫黑，那为什么警政署没有在事情就是北投松山事情刚爆发的时候就扫黑？这很明显就是柿子挑软的吃。小连续逼出警纪的问题，严重损动着警察的形象，希望中央唔通便若发生代志，就赶紧要处分，或者是调动基层的警察，嘛呼吁政府甲各政党修法，互警察成立工会。记者综合报道。今年头一波黄山雨方面明仔载来，也毋过通过台湾的速度真紧哦，影响的时间无长。拜四开始又搁是一份好天的天气，拜六礼拜搁有第2波的黄山雨的方面。虽然小连续有2波的方面哦，也毋过气象专家是指出，雨水是无介济，要解决过来可患的现象，要等到5月20以后咯。北部天气真好，日头出来，啊，毋过好天气爱把握，因为这礼拜有2波移动性的锋面接近台湾，全台拢有落雨机会。今年第1波黄山雨方面会伫礼拜3报道。气象局指出，除了马祖地区雨势较大，东半部地区可能出现局部较大雨势以外，其他各地雨量未伤过济，对过来之前帮助不大。锋面影响。大部分区会有一些下雨的几率，但是就雨量来看，除了马祖地区可能会有雷雨，雨势比较大以外，明天在东半部地区也可能会出现局部性的大雨势，而其他各地的雨量看起来并不会太多，而且星期3这道锋面在星期4、星期5就离开了。
第一波方面会真紧通过台湾，影响时间无长，各地大部分都会开放，坐云到好天的天气。所以这礼拜六、礼拜日会有第二波黄山雨方面报道，啊，不过结果同款无讲真好。假使想要黄山雨季大规模落雨解决国内欠水问题，至少要等5月20了后。这2波的锋面过去之后，其实整个台湾周边的环境都还看不到整个梅雨环境建立的一个条件，所以至少可能还是要等到这个5月20号之后，因为5月的下旬，整个环境才会慢慢的有利于梅雨锋面的建立。在这方面一波一波的影响之下，气象局提醒金门马祖可能有低云或者是雾影响到能见度，恒春半岛甲东北角沿海空旷地区有较强的阵风，海边活动都要加加注意。记者综合报道。4月份六都的不动产交易有超过22000栋，甲去年同期比起来增加2成8，创8年来的新高。房仲业者是指出了4月份的交易量拢是伫3月份成交的，应该是迄当时行政议会打通过房地合约2.0烦恼未来买卖税会真重，所以真侪人就赶紧卖出。未来7月7日房地合约2.0实施，应该阁有另外一波的交易量。房地合约2.0要伫7月7日实施，2年来卖厝扣动税45%，也无满5年卖厝也要扣35%。政府用动税拍炒房，新制度也未实施，就已经收到效果。伫最近不动产的交易量增加，财政部长苏建仁讲，影响上大是投资客，为了要避税，就来厝已经开始卖。在7月1号生效之前赶快把手上的这个投机性的这个预售屋或是这个成屋赶快去卖掉所以这个基本上是我们意料得到的事情。观察4月六都不动产的移转栋数，以新北市移转数六都内面上悬，有6325栋，年增率37.8%。国内是高雄的3719栋，年增率也到38.6%。台北有2712栋，年增率超过17%。桃园3757栋，年增率超过13%。台中、台南的移转数年增率拢超过25%。不动产业者讲，伫房地合约2.0这个新制实施进程，房市会先扩张，搁再优化，5月的交易量会更加悬。闭锁期拉长之后，会造成他们提早的去获利了结，然后会产生这样的一个急售潮，或者是赢在6月的买卖转量的反应上面，都会比较明显。不动产业者分析，主要是房地合约2.0的封锁期有5年到10年。若是无法度赶伫咧7月7日进行交易，税金恐惊会转嫁到厝价顶头，厝价会起价。伫最近要买厝家己大人，观望的较侪，恐惊影响到今年第3季甲第4季的房市的交易量，也是房地合约2.0成果好歹重点的观察指标。记者综合报道。一寡公立的高中小学会要求代理老师爱减行政也毋过因煞无甲一般正式老师减行政，会使有为了价格休假的补助，有代理老师就向教师团体申请，望讲会使来解释因的待遇。无论是伫学期当中，也是休寒休热的期间，各中甲各小的学园内底，拢会当看到老师是无用试试。毋过，全国教育产业工会接到几十个老师的申请，讲有部分县市的代理教师兼任行政职务，煞袂当像正式教师兼任行政职务的时阵，有慰劳假甲休假补助费的福利。这些行政老师跟公务员，他们都是有休假，还有休假补助。新北市、台南市、新竹县、南投县。兼行政代理教师，他们没有休假，也没有休假补助。目前全台湾各立各中甲各小的代理教师兼任行政职务的片期，有新北市、台南市、新竹县、南投县、平湖县，还有彰化县的初聘教师，无满1年的，其中新北、台南、新竹县甲南投县，拢也袂有慰劳假甲休假补助费，等于是工课同款，薪水煞有争差。一般来讲都是领12个月。可是这4个县市只有领10/10或是11/11，因为他们没有休假，就是说他们把他们的休假拿到剩下那1个月去放，就不给他们休假。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是非常不妥了。其地方教育局处不会不希望给老师完整的聘期，可是牵涉到经费。如果说由教育部统一的来说，
必须要让代理老师有完成聘期。如果说我们没有完成聘期的时候，他都是去当义工。马祖新北市教育局长的立委林奕华嘛出面相挺，讲国立学校会当有完整的聘期，不过地方政府就算想要缀咧办理，嘛佫会牵涉到经费的问题。呼吁教育部就要加做地方的靠山，进一步来保障教师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北市议会早起到大巨蛋考察，议员是特别关心之前公布讲有79个所在，并无按照设计图来施工哦，这所在目前的状况。另外，大巨蛋未来敢会使来举办唔是体育的相关活动，议员嘛建议讲，这应该交予中央来修法，甲法规定好清楚，避免违法的争议。没有违反球啊，这个绝对没有违反球啦！我跟你讲，这连185都没有。台北市议员到大巨蛋会勘查变更设计的位置时，就发现楼梯的宽度可能无到法定的190公分。看是把楼板降低，或者是梁应该是看起来不太可能，就是楼板要怎么降低？那到时候既然大家都看出来了，所以这个我们在竣工的时候一定是必看的项目。这个楼梯就是过去大巨蛋79搭无照度施工，予台北市政府依法下令婉向停工的其中一个所在。议员建议大问题市府处理大巨蛋的过程，导生的模拟参数是变来变去，79搭无照度施工的所在也就地合法。若监管处是强调讲会依法严格来把关。79处的部分是当时就是没有按图施工，他先做了。那后来有经过都审的那个逃生避难审查，还有性能的防火的审查。其实最后结果还是有在补强几只楼梯。因为申请做体育馆用途的大巨蛋，地面站伫地下10.5公尺的所在，按照建筑技术规则第127条规定，地面站要伫地下7公尺以内，才会当举办非体育类的活动。目前市府按照内政部函释，交由台建中心审查导生避难的安全性，这也予议员质疑是违法。建筑技术规的127条是刚性的法律。不能用所谓的函释去破法律，这是绝对不行。这个我们会跟请那个内政部好去修法去。好。另外，大巨蛋的外壳造成光害的问题，也是议员关注的重点。阮雄表示，已经改选其他的材料，目前工研院正咧检验当中，上紧6、7月都会有答案，希望到时会当有改善。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灯会每年会伫高雄举办哦，顶一届高雄举办台湾灯会嘛，一定是20当前2002年的代志咯。高雄市政府早起宣布讲，会编4亿6千万的经费，灯会会有2个主场。市政府是表示，因为各国拢会注疫苗咯，每年的灯会会来加做已经等好了后，国际上大型的庆祝活动哦，望讲会使为高雄带来观光的人潮甲收入。20当前，台湾灯会第一摆离开台北，就是徙来高雄主办。这摆当20当，高雄搁一摆摕到2022年台湾灯会主办权。高雄市长陈其迈透早表示，这是历史上第一摆爱河湾区甲卫武营相长约的台湾灯会。爱河湾或者是高雄港的港区，也是一个禁地，是连碰都不能碰的一个地方。那现在包括博2、战2、亚洲新湾区的一个开发，那都已经跟过去在20年来已经有长远、根本性、结构性的一些改变。因为各国已经开始注疫苗，每年的灯会会是疫情了后台湾第一场大型国际活动。观光局评估灯会会替高雄带来大量的游客甲经济效益。高市府4月底放出一段海印中心放热气球的影片，网友讲是不是会变成灯会活动之一？热气球有许多的漂亮的照片流出去哦，那也获得市民朋友很大的回响。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后续的，因为测试热气球，它有许多因素是要靠气候、风向、地点，那所以这个需要一段的时间可以测试。根据了解，目前热气球伫爱河边的海印中心甲演奏的全世界拢有做过试飞。观光局表示，若是厂商有顺利完成试飞，未来热气球嘛有可能变成高雄新的观光活动。记者陈焕武、陈显坤高雄报道。一个小市的民众张甲朋友去爬山哦，煞跋落去200公尺深的山沟，警消接到报案，因为路途真遥远哦，申请救援直升机来救人。昨下晡找到这个查甫人，也毋过已经无喘气，早起嘛甲伊的遗体送落山交互检警，目前嘛要了解事故的原因。河南总队救援直升机飞到案发现场，
准备甲姓氏的登山客遗体再落山。57岁姓氏的查甫人，崔衫甲朋友相约去爬新竹的平田山，煞伫去平田断崖的半路，无顺利跋200公尺深的坎坷，警消接到报案，考虑到路程遮尔远，就向空难总队申请救援直升机协助载救援人员上山。事故地点离本局大概要1天的路程，故申请空勤总队直升机协助将我们6名搜救人员再送至平田山。初三下昼2点半左右，搜救人员找到姓氏的查甫人，验过已经无生命现象。因为当地地势真危险，阁真惊，国家跋运到半路的时阵，天愈来愈暗，只好是暂时停落来，先甲遗体放伫咧平田山的3角点，等直升机来载。评估患者生命真相，已无呼吸心跳。那考量最近天气多变化，故我们连夜将患者大体搬至品田山3角点。伫初4早起8点，透过救援直升机协助，顺利把遗体送落山，交予检警相验。这有代志发生的原因，一个等待检警调查。记者综合报道。1993年成立推广说唱艺术台北曲艺团，本地3月底要伫桃园南崁的儿童艺术村来演出咯。迄当时去拄到玻璃桃园病院烧毁事件，所以演出延到5月份。无想到讲，即马佮拄到华航技术佮饭店的感染扩大，剧团是决定讲要来继续演出，也毋过座位要减半，希望艺术嘛使来安慰观众。大老爷在88棵树根铺。台顶先来一段搬喙金的表演，再来由国校的师生上台来挑战。台北曲艺团伫桃园南崁儿童艺术村有一系列表演的活动，为5月初9开始，到8月15，每一个礼拜固定有演出。因应疫情的冲击，台北曲艺团决定将门票的数量减做一半。现在我们就变成不仅是实名制啊，而且呢也包括了酒精消毒等等都做到位之外呢，还有就是我们的人数管控，我们现在先开始呢把人数减半，那么这样子的话可以让它比较不要那么的密集。团长是真无奈讲，原本按算3月份演出，伊当阵拄到玻璃桃园病院群聚感染的事件，延到5月份，即马佫拄到华航技术甲饭店感染风波是愈来愈大。除了加强防疫的工作，嘛希望用艺术会当安慰民众的心。小孩子你不可能让他说每天都关在家里，那会出毛病的啊。那么他到了学校之后，他一样有学校的接触，所以我们应该是可控制性的去安排一个好的环境，让这样子的这个教育跟娱乐呢，可能放在一起。团员是真拼死地表演，甲口述艺术变甲真趣味，互囡仔会当来接触艺术。内政部北区儿童之家占地面积有1173平，囥伫遐用真侪年。桃园市府改征收，活化做南崁的儿童艺术村，举办真侪儿童艺术相关的活动。营运2年来，吸引10万人次来遮佚佗。记者综合报道。华航甲诺富特事件，互台湾又搁出现本土病例哦，到达胃着病人数搁会增加，各县市的防疫嘛升级。台湾市特别来比照秋冬专案，大型活动拢爱是名济哦。逐档真重要的宗教活动，西港歌乡是宣布讲要照常举办。庙方表示哦，顶头毋免挂喙罨，也毋过要求观众爱挂喙罨，嘛爱保持社交距离。歌乡已经有237年历史的西港庆安宫，3年一考的活动会一直持续到5月底。初到挂头阵的都是武林大会师，拢总会有17个阵头来参加。不过庙方煞引准阵头会当免挂喙罨，庙方强调讲，规个活动已经提报防疫计划。不过考虑到阵头是属于运动的模式，挂喙罨真无方便。不过会强制要求观众都爱挂喙罨，而且保持社交安全距离。可能中间呢，因为伊若戴口罩吼，比较上会较无方便啦。嘛，这个台湾得无遐尔好看，特别讲，因为伊得调民众分流吼，做一个区隔吼，我想这阮会注意这个较好。我们怎么样呢？在防疫期间内，能够让他们的宗教活动也能够完成，那防疫工作也能做好。我想说，这个是我们努力的目标，所以我们还会进一步跟他沟通。到底如果说他们不戴口罩，他们要拉开这个距离，能够拉到怎么样？
那如果他们还是群聚在一起，又不戴口罩，那是肯定开罚的啦。另外，为了阻挡疫情扩开，台南市长吴伟德初三嘛招相关单位召开防疫会议，决议台南市的病院为5月初4开始加强防疫措施的管理。这批各间病院都要入境保卡，采用实联制，也若演过真受欢迎的景点。人讲是台湾版吴哥窟的南西麦特区，因为确诊者的行踪有去过离这塞车路途1点钟的嘉义中部，考虑到防疫，无限期暂停开放。就拿出来让他看一下就好。好。哎，这个防疫大家都要做啊。仅我们这边不到1个小时的车程，所以经过自主核算跟道政处讨论决议就暂时休园待疫情情况有好转之后呢，我们再斟酌适度的开放这样。为了阻挡疫情扩开，民间配合暂停开放，台南市府嘛决议几项的政策。包括实联制、禁止试食、餐厅落实爱按价房等等的措施，希望会当有关民众防疫的意识，让这波疫情会当赶紧转好。记者综合报道。13当前，台东县鹿野乡地区产业转型迄当时用红茶佮乌龙茶做出一款红乌龙的特色茶。最近这几档伫欧美国家佮真受到欢迎。也毋过去年就有农民发现讲，中国有人申请红乌龙做茶的专利，互台东县种茶农民是真烦恼。鹿野的红乌龙茶伫咧国内已经申请商标注册甲地理标章，因为红乌龙茶的茶汤看起来是感觉红色，结合乌龙甲红茶的风味特色。这几年伫咧国内外真受欢迎，也袂去中国。也过去年有农民发现，中国有人申请红乌龙茶制作工艺专利。担心会影响台湾行销13年的红乌龙茶，未来要卖去中国或者是其他国家，会有地位财产权的法律问题。中国那个部分，他们针对茶叶的部分，整个把名称整个倒过去了，类似的字体也好，我会混淆，甚至我们的 logo 去做这个市场的一个错乱。13年前，台东生产的茶叶自福禄茶转型成做红乌龙茶，种地面积回升到目前的120多公顷，年产达2亿花。台东县农业处讲已经接到民众的欢迎，也不过目前了解可能也无影响。只要我们没有去冒犯到人家的那个著作权或是发明权，那我们的红乌龙还是可以销往中国大陆。台东县农业处讲，农委会已经传好相关资料，打算向中国提出异议，来确保产制鹿野红乌龙茶茶农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为了避免粪扫流入去大海花莲县政府专工伫一寡重要的河川设蓝污扫互粪扫会使集中，一档会使变出上100吨的粪扫，佮有一般的种山活动一档嘛会使变出1吨半的粪扫。这个粪扫到底是上淡的，是真歹找源头。也毋过花莲市环保局是表示管理单位无要清粪扫，就会受到处罚。这是有人经过花莲吉安东冲桥顶悬行车记录器翕到画面，这地安全部的负责人提一包粪扫行到桥中，就将粪扫撇落桥骹，这粪扫流落去，拢会被悬浮式的拿污扫拿渣。从我们每年这样清出来的垃圾这么多吨，像我们去年大概清了108吨哈，那其实垃圾量还是蛮大的。那当然对我们在管理河川上面会造成很大困扰。花莲林区管理处办的净山活动，伫花莲溪外排段遍布一工就清出1.2吨的粪扫，除了家庭废弃物以外，也有事业废弃物，甚至有殡葬业的罐头塔。我们民众的公德心是有待加强的。持续了几年，利用垂降、攀岩这样子的方式来做一些清理，还可以清出这么多的一个废弃物真的是好可怕福建府甲林管处头天是抓捕偏粪罪人，环保局就发土地协助是河川管理单位。管理单位他们有清楚的责任，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第27条那有1200到6000块的罚款。那环保局跟公所的这边，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重点的区域来设置告示牌以及监视设备。环保局表示，要土地恶意偏粪扫困难，无可能规段的河川或者是山区装监视器，或者是画面无法度对查身份。管理单位是依照目前法令，今年呼吁民众提出公德心。记者综合报道。
婚姻馆最近5档哦，每一档出事案件比死亡的人数减少3000个人，这简化真严重哦。婚姻馆政府就提出生一胎补助1万块，第2胎2万块，生10胎就付10万块。对去年开始冇补助人工生殖，上济会使补助2万块。婚姻馆老人人口多，65岁以上的长者占全馆总人口数19.1%，老化指数是全国排名第2。为了鼓励生囡仔，原来过去的生育津贴，第1胎补助1万块，第2胎后拢是15000块。现在阮县府加码以阶梯式提悬生育津贴，生几胎就要补助几万块来鼓励生育。那第2胎呢，我们就是从15000了哈，那以后都是15000。那现在呢，我是15000已经变成2万了哈。那第3胎本来15000，现在变成3万啊。我想这个就是我们要鼓励生育了哈。但是到目前为止啊，大概到第3胎的意愿只有12%而已。阮县府表示，根据资料统计，目前县内生1胎就有48%，第2胎有35%左右，第3胎敢只有剩12%。另外，县府和台大病院军人婚姻合作，补助涉及县内未生翁仔某，实施人工生殖费用上悬2万块。对于我们涉及在云林的夫妻，有2万块的补助啊，所以等于是对他们的负担就减轻的非常的多。也就是因为这样，所以我们去年1整年呢，有47位的夫妻呢，得到了县政府的补助，而且他们的试管婴儿的成功几率也超过70%以上。县府表示，县内最近5年，每年平均的出生人数4415人，平均的死亡人数可7259人，每年大约减少将近3000人，人口呈现负成长。虽然现在提悬津贴补助，无到短期来改善遐尼低生育率，但要求各局处持续规划和检讨相关的施政政策，以提升县内饲囡的环境。记者为你报道。教育部按算，明年的大学申请要延到6月底，只考7月底才要考试。早起有学生、阁有家长、阁有大学的代表就表示讲，若是真正要延期，大学新生的入学会未负准备，学生宿舍阁做兵，这些问题嘛拢会受到影响哦。因呼吁教育部应该好好评估。7月初考大学指考，8月初公布成绩。大学多元入学实施以来，拢是安尼进行。但是教育部建议111学年大学考试招生，指考要改做分科测验，延到7月底才考试。上班8月25公布成绩，最近是引起真侪家长甲学生不满。提前服兵役的部分呢，它其实是可以帮助就是学生之后在生涯规划上做非常的完整的规划。那如果说现在分科测验完全延到后面的话，他的暑假不见了。如果他资源很好，我可以到补习班考前冲刺哦。再来，我今天资源没有那么丰富，我是不是可以留校请老师辅导？新生入学的结果6月底公布，分科测验7月底才考。有家长是认为讲，只差1个月，有钱的学生若是去补习，恐惊的差距就会哪来哪大。学生的代表是质疑讲，休热的时间无去，若是想要利用迄段时间分阶段去做兵的人，都无机会啊。台大基电资讯学院的院长张耀文应该提出分科测验延到7月底。新生入学作业时间无够等等的7大问题。如果在7月底考试的话呢，那非常容易遇到这个台风季，学生还要租屋啊，那学校端呢还要做这个注册啦。面对这个月，有哪来哪侪人反对这项安排？教育部是回应讲，目前也未定案，已经请教联会、阁有大学甲高中来沟通。教联会是表示，今日开教务长工作小组会议，若是讨论有共识，就会提予常委会做决议。记者总报道。嘉义县是农业大县哦，学校对食农教育嘛愈来愈重视。最近就成立一个平台来分享每一个学校食农教育的成果哦，嘛伫稻草各社来成立嘉义县头一座食农教育的资源中心。教室内底囡仔当咧算食农教育主题倒啊算。外口阁有各种无同的食农教材，嘉义县为着配合食农教育的提升，除了有新启用的食农教育中心，未来青农嘛要入来学校内底直接教学生上课。我们会把所谓的生态、跟生产、跟生活融入在一起，然后教导小朋友去如何的去珍惜食物，然后去感恩食物。在这食农教育资源中心还没开始之前，其实在乡下地方，大家都一直希望借由小农一直汇集的
提供不同的资源，然后带动整个我们这个比较怎么说，比较偏远弱势的乡镇。嘉义县士农教育第一阶段以感谢土地、珍惜食物为主题，士农教育资源中心的成立，除了替士农教育升级，嘛要整合资源举办活动，希望改变一寡家长对农业的看法。人讲啊，袂晓读册去种田，所以就变成说种田好像是最不得已的。可是我们透过这些青农他成功的一些经验他可以带进来，给孩子未来多一些选择，从事农业也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将来。希望讲大家也在投入这个农业，从小扎根来这个食农教育，进而到以后这一代小朋友可以把我们自己可以发扬一个在地的本土品牌，推广到国际去。嘉义县所在看，山区甲海区的农业发展拢无相像。学校表示，这个资源中心会当分享山区甲海区学校推广士农教育的研究甲成果。县内学生囡仔透过这资料，会当更加了解嘉义县的农业发展甲土地进程。记者林慧萍，嘉义报道。云林县的水南国中是英语、双语的示范学校，为着要落实双语教育，学校是和外国老师带学生去社区校外教学，那认捌家己的故乡，那学英语，咱做伙来看卖。对台顶外籍老师的动作甲口号，学生囡仔拢增加真欢喜。这是云林最灿烂的水南国中，是云林沿海头一间英语的双语示范学校。为着要实践双语教育，水南国中佮特别甲文政国小合作，安排校外教学，和外籍老师带这的学生到社区行踏。在我们学校很少看到外师，这次来我觉得很新奇。他带我们玩了许多游戏，我觉得非常好玩，很有趣，因为可以把原本室内的课程，然后移过来，在外面走动，也可以学到很多历史的古迹，让我们更了解水林。除了要落实双语教育，水南国中也借这个校外教学的机会，请校友来带这学生认捌家乡的历史、文化加建筑。I think that this is a very good. 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够让学生能够去了解这个地方的历史，能够走入乡间去了解他所在的这个地区的历史跟文化，也能够让学生激发他们就是学习的一个动力。英语的双语的教学，然后顺便配合地方的一些古厝啦、文物庙宇啊，希望同学们能够把英文生活化，而且很自然而然就能够跟外师来做沟通。人讲愈在地，就是愈国际。水南国中结合双语教育甲认捌在地校外教学，就是希望这学生若爱培养未来通好走向国际的英语沟通能力，也该知影通珍惜家己的根本。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之前有成立一个推广台语汉诗的社团嘛甲民间团体，佮有公司台语台做伙办台语汉诗吟唱的比赛，咱嘛做伙来了解。东吴大学中文研究所的学生曾格林，金手东条后期诗人李尚温的诗，替台语汉诗吟唱比赛宣传记者会起稿。这项比赛是民间发起，立法院甲文化部、教育部、云林县政府来补助，包括公视台语台等等的媒体来协办。参加记者会，立法院长尤锡坤嘛表达对台语严重流失的感慨，嘛讲到30年前主张解放本土语言初期的一段故事。我1990的时阵，我会记，我6月26日，县政府一张公文，予各学校解放本土语言。第二，搁落迄个9月开学的时阵，竟然搁还有人发蛙跳200。打一个囡仔，互掉200，县长的囝。尤锡坤讲到过去推展母语的困境，嘛表示即马台语面临正大的危机，若无搁拍拼，恐惊会愈来愈歹，所以就要开始做一寡代志。伊嘛表示，即摆的比赛开放资格对国中3年仔到高中，上主要是希望参加的学生通使用台语吟唱学校内底学到的唐诗宋词。第一部分就是你的家字，所以咱念一遍，吼。第二部分就是你的声韵，第三部分就是你的仪容，服装仪容啦吼，你的仪容，甲你的台风。
洪世博表示，会针对这几个标准来评分。比赛对5月初3到7月30来受理报名。初赛开放学生录影片，主办单位会先选出30名参加伫婚林3首园的复赛，20名进入10月初2伫公司台记台录影的决赛。10月中伫立法院公布得奖者，奖金上悬20万。记者陈雅文、徐凯台北报道。下晡报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1度。中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31度。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33度。东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9度。外岛地区上低19度，上悬28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